对啊，地方迄屏东的古书乡啊，听伊讲吼，廖位啊，有一只什么东江才女，本身呢做去同好，又会下书，你还有做欣赏，都带迄嘛啥按有名呢？伊还有一只名哦，迄很多现代的徐霞客，因为伊遐写的书啊，全部以这个游记为主啊，吼，不错，都带迄嘛啥呢？分享徐乐美。观众朋友，你係唔係老愛強用當久冇看到奇樂面呢？也係啲屏東高書出世睇嘅戲子名語，實係當書分享嘅8點檔主角，也按多年來佢係啲中國被演員變做天陽桃園，韓啲太后地度搞天陽考察，有閒嘅時節佢太公南北行透透，寫係幾下本旅遊書，也拜客家人有名堂。是用嘅動態功夫，將搶到也係告訴客家妹雙重哦。媽媽係客家人，啊，唔過爸爸係外省人。我係識都談兩種語言，一啲客家話，啊，一啲講國語。所以我客家話有印象，都係我係識嘅，他都有我養成嘅習慣。好，所以講一下講那個演那個客家戲啊，都難不倒我。啊，因為這都係我母語啊。我爸爸是特立獨群的，他不跟我們一國的。對，就是我爸就負責他的事情，然後呢，我們這邊呢，我完全是融入客家族群的生活。從牙沒有紅啊，就填入來杭州回啦。所以我是一個是外婆的娘家，一個是外婆的那個婆家，兩位不同的。那我就很忙，小時候很忙，要跑兩個地方。阿公，我看到你帶啦，相機，還是啲啊吼，你呀都下動多書錯冇？係，我翕嗰度相片做資料。資料，準備要轉來下一本有關嘢家庭嘅故鄉嘅書，按同好。那題目是突然去看嘢同好，啊看嘢嘅親戚，看嘢生長嘅蔬菜，還有嘢朋友好嘛？一開始有搶到嘢親戚來嘅，有，我搶到阿 Q。奇樂美講，想要了解佢出世嘅高書鄉，聽錯愛搶阿 Q 出來。阿 Q 72歲嘅，而且係啲總督，玉帝也有272年歷史嘅開基白宮廟嘅面，沒有原因咯。因為也大概就係高書客家人開宗嘅見證。阿 Q 係白宮廟嘅管理人，高書嘅故事老歷史，佢清楚啦。人家開宗時就當初是開香港第一部路。離港嘅葫蘆，前上來，嗰時都有18鄉嘅，18號行嘅，你一隻係天記，你天記嘅時就都做喺北港，喺北港咯都開始18鄉嘅，就輪流200啊，按年嚟100把倉場。可是我兩位有18鄉支嘅，有兩位，都做到看到動到頭，有兩位，而且動特別咯，我注視按鍵冇看到哦，一隻細地方有18桶嘅哦，一箱全部看得到，看得到，桶好嘛看得到，肉好嘛看得到，看得到，都 any 我看好，哦，好啦。當久冇轉家鄉嘅奇樂美，大幫也拜愛見機會。未會好好嘅潛一下自家嘅見，還該用其清強嘅影像來做記錄。寫出2本旅遊書嘅記，下一本就係愛用故事做主題，讓全世界收嘅家鄉嘅美好。係，一種係木下係。哦，來看下東海堂，你聽唔聽哦？真係啊，東江嘅吼。你都新起嘅不吧？新起嘅嚇。但係印象冇空用嘅。你細時嘅有來咧會教過拜過嗎？有啊，有公演過節啊，從亞嘅行人搭帳篷請客。請客。然後從亞還這樣貼了。哦，就是第一首從亞時嘅動作後東西都是錯嘛。拜祖先嘅時。然後給他嗰度親戚都轉來。轉來，因為人家親戚人啲啊吼，全部都會讀書。啊，用電腦。係啊，還要做功課啊。係啊，要功課啊。係，人家鄉親啊，人家親戚也有800，全部係朴實呢。你們一年你得8的朴實啊。對。那真的是我親戚，因為他從瑞士回來，狗書給他行還很深，啊，給他去讀高速國中，我媽專程帶我去看他哎。對，8個博士哎，還娶了一個瑞士太太。我就印象中當時回來的時候，哇，好多記者來採訪，就光耀門楣嘛，對我也有很大的啟發，我也要念到博士才回來。
乐美姐啊，拄甲北京啊，妈教书，妈还欣赏呢，真的，人家起家你呢，全部很优秀。他们还拿了博士呢。你妈博士哦？对呀。哦，你还拿个博士？电影学博士。搞天让，你看周一周都懂吼。我妈还博士呢，我是白博士。亲切剂。可以，来，如果就可以哈，来。我记得我在贵州有一个所在同仁乡，这片的以后又带我去个所在虚福山庄，据说虚福沿的子孙逃难逃到那个地方去，大家生活在一起，就盖了一个山庄。这所在哈，这个所在看到东海堂3个大字，看到好感动哦。阿 Q， 那相片有嘛啥咧？有相片都男人的装逼，男人爸爸已经毕业。有个第3个是拿婆。对啊。哦，然后 TCL 99岁，去年才去世。小姨婆。哦，很长寿哎。我们咱自家家出下佢唔会藏书，佢可能80岁以上啊。哦，又会读书，又藏书，哦，还不卡正经哦。一个都是俺的徐氏的诸神牌。你第一年踢几台？我唔知哦。唔知哦。阿 Q 咯，我踢22台。22台咧。15台在台湾。講到阿 Q 嘅爸爸係嘛？爸爸係咩？塞肉。哦，石龍嘅啊，石龍公嘅啊，塞肉。22係含財年都在鳳凰嘛。哦，勾神呢才會把那個紙撕開來。你的起答，你這裡董宗師讀書誒，吼，這樣講港鐵後讀書，然後你能之後，更之後，改變。衝一難修行，衝一難啊，修行艱難，比難總困難。哦，比難總困難。哎，阿 Q 呀，他講講啊講哦。對哦，而且對不對？六行詩啊，很押韻。董有加一。錯。春曲這2行字，我。那還是我看到有紅詩啊。那前面啊，我買那個以下。以下呀，胡壽平樣都按過。以下呀，哦，厲害，有文采。真件係多才多藝嘅阿 Q 呢，也副阿 Q 上嘅對聯很多東對，大體係用來勉勵後代子孫嘅家訓。其中咪個，愛協同好，天初愛嚟讀書，因為多多힘聽呢。一隻總頭總共有18隻香，真件東漢見。有冇解糖？有烏魚筒香料啊，香料誒，我主持按到時啦吼，你睇第一版拄到了五味糖嘅。有冇演迄個打武功啊？係咪？係啊，而家係冇佢了解。係啊，因為五味糖嗰種咧，嗰種英雄氣勢嗰種用嘅呀。唔過咧，看起來真正懂肉。誒，蘿蔔嘅，係肉嘅，誒，沒有改進。還有個內，還有個內，吐牙魚看。好，來。好。你馬雞糖，鸳鸯糖啊，香腸哦，跟那個徐偉老師一樣。徐偉老師他不姓徐，他姓鄭。香腸。所以他們家也是營養堂噻。對，2位很完整誒。原汁原味蘿蔔嘅呀。不瘦落都倆天風真經，都得看到懂到痛。阿 Q 講，也搭配18隻香嘅同好，還保留點東完整。接下來，阿 Q 帶俺來到莊家嘅清火堂，部分起高嘅蘿蔔呈現火鳳嘅新面貌。也見按天堂有2件色嘅格局，就得看出來像2個係鴉片嘅太傅人膠。對也見有太和堂嘅火鳳，係其中面嘅一道千層嘅素菜。有個天鳳啊，歸屬師啊。好，真見哦。因為西婆嗰部噶。南洋堂。係啊，交本是葉嘅，原不卡係動物哦，原最早一部唔係提嘅就係結甲表。他們看到一部都係咧。哦，肉幫着咧。對，好，一人都扮女仔，一人都希望。有壽司啊！來。樂梅啊，徐樂梅啊。係啊，我這親戚啦。親戚係啊，來。咁你想食乜啥？啊，爺媽媽係咩阿姨啊？阿姨，有功課好冇？叫佢讀書冇？阿你啊，不講你啦。你了
教书呢，先生呢，哎，我都开了教书呢，博士呢，哎，我懂厉害呢，嘿，好啦，哎呀，冇简单呢，够强诶，讲哦，冇编哦，冇啦，老天是有冇恐龙哦，冇中用啊，还是看到台湾差不多啦。差唔多啊，差唔多，因為下課做我同捱冇來了，來下了哈，哦，唔會落嘅嗬，唔會落個獎嘅喎。忍來忍後生嗬，捱半年下後生嗬，捱嘛啥？嗰槍捱槍嘛啥？係田邊去嚟咧。你捱嘛啥？吳宗憲唔啲啊？假发一幅发，买到50万呢。50万元嘛哈，然后呢，当天的一个统一的朋友去赌博，哦，真嘅哦。一个晚上就输掉了。哎呦，你有冇来？还没输，还有你妈那种赌博赌输的滋味嘞。还有唐哥一句一模一样的话，就是吴宗宪老板做的。你干嘛啥？吴宗宪唔啲啊？冇啦，梗唔夠少啊，小鐘啦，哦，北美兒嗬，誒，天使行啦，我冇看到啦，嗬，係咪？蠻敷衍的嗬。突然想起一鋪俺就冇看到誒，吉隆米夾定拿出攝像機，講會記錄也俺歡喜、俺美好嘅時節。哦，你睇肉桂樹唔啲嘛？哦，係唔啲嘅，天拜看到，你話寫成要嚟教過嘛？韓世界海也以前賽瑞嘅家人係愛常常來小姨婆也不敢撩啊。明年公演古人攏講小姨婆啊，都會加乘涼啊。我講韓世界海愛都會騎腳踏車哈，走街串巷，因為俺同學攏喺他疊加呀。我說，按這一點我是看到東多了同哦，點會是還是福州東多啊？係啊，香龍你嘛講？香當然好聽頭。你扣俺阿 Q 係咪？香倉的咯，應用頭。香雞的咯，東海棠，香粽的咯，秦河頭，秦河頭，點會福州東多？還有一個五味堂的呀，香料誒，香料的，還有變龍堂香蓉，香蓉的，煙醇堂香粽那邊香辣的，還有香橙的，香芹的有，嘛有哈，煙醇堂，咱看咧哈，也南洋糖係什麼嘅？南洋糖，香腸啊，香腸的，香鴨的咯，香鴨的香鴨的。樹下粗糧打嘴骨，真見當吃菜當享受。吉隆米講，除咗阿 Q 屋下嘅東海堂，還有一隻祠堂，咪係佢當年聽錯會做嚟嘅素菜。老妹姐，你睇住 any 樓嘅地方，哦呦，真見到你肉鳳沒有改建過的，沒有改建，俺韓世界還一種共用啊。來看一下，嚟，關西地，這個應該是香嘛該。香蓉誒，我同講，迄個所以俺咪係貴熟悉，係俺的外公的祠堂。哦，古總你細時節有來過呢個地方哦？一定要來啊，來衝牙啊。哦，咁你對伢外公的、伢公的印象係點吧？我外公的印象一直都冇印象嘅。冇印象，因為阿婆隔壁冇一叫。我媽媽2、3歲嘅係外公都去南洋做兵嘅啊，佢係個日本時代嘅係。古總有冇看過日本？都日本做兵，南洋當兵都冇進來啊。冇進來。係。所以你要想他那個年代，伊個飛行家，用伊個身形幾辛苦，冇拿伊做得苦啊，所以就一個人賺錢，然後養我媽媽養大，然後。我媽媽呢又嫁給我父親，然後她又生了6個孩子。這兩代人的故事告訴我說，就女人要很獨立，扣幾嘎，要很獨立，要能夠生活要能夠賺錢養自己。你看下咧，那梁柱很肉哦，那全部肉的木頭的吼，古時候真嘅吼，沒有改建過吼。啊，就還看到阿公變阿婆嘅名誒，楊許推13胎，係啊，同阿婆嘅楊許得體。哦，都有嘅。係都貼咗，所以公園幾下攏做來拜啊。哦，都有。當年公園會轉來。係都轉來。頭擺家婆一撒血態態色，嘅健愛嘅信仰影響吉隆米當城。此世記住啲，什麼人愛堅強，安尼嘅身體。
本期的2002年，并下嘅演艺圈嘅一切，去到北京讀書，勇敢追求無窮樣嘅人生。不過也時代新五線，未保留定細阿妹嘅童心咯。喺家婆搬屋以前，也特別就係佢輕快樂嘅遊樂場。因為我外婆後來她自己買房子搬出來住了，就是我老家，我老家那個房子是我外婆她自己買的房子，她自己獨立出來住的。但是她那個後房誒，他們那一幫的兄弟還是在那個關西堂那邊，白牙齒夾瓜子舌，就回到那邊去。一下畫面上看到嘅就係齊樂米嘅家婆老嘅時節吃禮物，過後裝作現代化嘅老嘅屋。一下張村夾過吃啲呀，講到齊太哥，啲故事咪係當有名嘅藝術家哦。東海堂，浙江東海堂，浙江東海堂想起嘅，呀，來你嗰度可以嚇，好，來，哇，哦，太哥，哦，客家電視台啊，哦，你好，哇，久仰大名啊，好，唐人講啊，吼，夾花，冇見大家叫了，夾花吼，在幾多年前，夾花一幅花賣到50萬呢。差不多20年前。你是啦，50萬啊，唔得了，做得買哦，懂得風呀，我倆你花呀，哇，你是以這個要算是什麼畫？水彩畫，可能花了落火，都有味通呢。入去睇古書啦，古書嗰啲睇人當過嚟啲功夫啊，功夫同面奇妙嘅啲欣賞嗬，用啥同埋以前從你睇下身，都不講，他把我拆開啦，成個方面啦。哦，佢叫人一拆就先麻煩，坐，太過坐。好，來試。咁你對佢印象有深刻？還是要慢慢地去管，不是慢慢去想。啊，真嘅啊！去想，關於方法啦。掌上明珠。比明珠還更珍貴。哎呦，你看到這時也是真的哦，爸爸媽媽，你看你會偏心嘛？這種爸爸媽媽你偏心。這個是阿爸問題。沒有問題。哥哥，我看你們記住啊。哥哥對了，妹妹如何？還不錯，還不錯。他教我畫畫啊。哦，真的，拿到50萬有本意嗎？我連影子都沒看到。因為我不一定錢不會。我話嗰啲生嘢緣分啦，買電話生緣分啦。我買花哦，我真正中意嘅人，我把遐錢去買遐東西。我遐東西真正好，是貨人才會去買。係啊，不過我堂哥，你看50萬也是花得很厲害，很特別哦。那時候的頭髮愛用那手筆啊，講無簡單。只像吳宗憲按用做 LED 啊，沒有啦。你看50萬是用滿爬的嘞。我那時候追求的東西是人家不能教我的東西，我就行為嘛。我是在體悟什麼叫行為。嘛那個時效嘛那行為。要不要同要做事情嘛管他。哦。你啱問我50萬，一直轉圈的，我講出來。我講全這嘛，針對主題啊。你用花掉的嗎？50萬元嘛哈，然後呢，當天呢一個統一的朋友去賭博。哦，真的哦。一個晚上就輸掉了。哎呦。俺大家會看，就媽也講這錢俺不容易賺哈，怎麼把那個錢給輸掉啊？你有買哪一？還沒輸，還有你媽那種賭博賭輸的滋味嘞。還有堂哥一句一模一樣的話，就是吳宗憲老闆講。沒有，那個有部天樣，華爾街之狼，一上講啊，我不這樣花錢啊，用底用蠻存錢。但是他是要賺錢，但是他是花掉了。他說，所以泰國會高速之狼啊，沒有。高速之光。輸光，賭光，為國爭光。不過真嘅啊，你藝術家個性啊，那個老撇上面冇嘛強咯。但是他就那次之後呢，他就沒有再賭了啦。不過真嘅他發嘅東西真嘅他懂破呢。你講給他過來看一下哦。這個街頭化的啦，鋪磚、紅磚啦。你追求的是。你隨性中又很精心雕琢，我就厲害在這地方，呀，這個送來了，然後拿這一樣，我給他，我一聽到哦，50萬，沒有人搶我嘅，要送來，你媽喜歡我送我。
优秀嘛？可能法律干你说我也说，够示范优秀，真优秀。畫圖落實嘅其他個，平常時啲學校都搞聲音嚟畫圖，認真畫風當貼片，沒想到美濃自在一紮來求發，一下基本大家要求到現場畫圖，50萬嘅大畫作就呈現喺大家面前咧。原來你們用什麼樣方法？厲害哦！為咗安尼嘅節目，客家嘅有名堂哦，佢用自家嘅 style 哦，唔係崇雅嘅哦，自己的哦，藝術家的。哦，沒有，哎呦，你下一個人臉就出來了，超強的，吼！嚇到了吧？嚇到，真嘅厲害，吼，2、3筆是出來的，吼，我起雞皮疙瘩，真的。今天你們採訪到他，算是賺到。穿透，因為真嘅穿透，太甲穿透啊！阿給阿姨的外號，印象，這些關於流行嘅事業，我們不可以。苦海女神龍係啊，媽咩？家姐巴啥？女暴君。哇，女暴君是你哦！我已經咁吹啊，你話暴君啊？有啦，有男朋友了。交男朋友哦，來，男朋友。狗狗也是算快手哎吼，他很厲害，嘿，幾分鐘就可以有一幅畫出來。厲害，我揮灑自如哎吼。開始點一下手底加功夫，現場嘅特產人都看到木當當嘅，爭5分鐘聽聽，按食材嘅畫幾筆，一種畫就完成嘞。這個是鍾馗醉酒圖。哦，這酒醉哎，是酒湯加按樣拖啥樣？還用大寫意啦。好，再度掌聲鼓勵一下。我講師妹。哦，你們做唔到，會整個破。你的強後衛啦，樂梅姐的強一下。哦，真嚴哦，這個作品不得了，做得蠻50萬。小鐘啊，你真見都冇水準啊！唔好鬼頭腦都會搶好冇？也對有才情嘅兄妹，一係用文字老樣樣來記錄歷程，一係用畫筆為故鄉嘅景色保留記下嘅形象。耳朵亮肉啊，一口是看到亮肉會。我說開工啊，從事了紅波的東西的嘛。我們客家好都有這個，都是對祖堂哈，列祖列宗啊，應該大家都是有這樣的風俗。好。聖經追遠的那個思想。有皮膚呀，還知道啊，你做的做一啊，該肉為發呀，以湯泡為主。哦，對啦。一天冇簡單，該懂特別啱啱冇人做啊。錯啦。哎呀，很氣狂先啊。對呀，你發出來個阿 Q 50萬拿買，當做傳家之寶。其他個講嘅冇錯，客家人心中對人嘅一份感情，就係比披薩較深。前兩年的中國特殊嘅時節，是去阿爸浙江嘅老屋去尋見，過後佢老一團離場寫咗書，得到動態嘅回響。這個故事我把它寫成一條沒有名字的路。還有一些講，阿爸把喊誰給好，他是經由這條路把他帶到了天涯海角。但是現在是我是他的女兒，我就走這條路回到我老家去尋根。我喺北京念書嘅哈，有啲天氣佢嚟採訪我哈，我做係嘅係都講嚟講，你個心願，我就夢講啊，哈夢講可能是哈，你講我想我請他，但是佢播出某一句哈，就以為他電話本來，你講伊喺姑姑嘅聲音啊，伊媽懷疑哈，媽懷疑啊。然後我就去下房間看嘛，我就看到伊啲相片，都阿爸爸給他周邊給他嘅相片寄來俾伊，我就看到個相片，都係爸爸弄錯啊，我就同阿姑講啊，迄人弄錯啦，係都係亞視女啦。前兩年嘅阿爸，當時係黃埔軍校嘅學生誒，現正苗中人員兩岸嘅東海棠就咁樣結緣咧，竟比家老太幾萬年，每天是對高雄趕過來。似乎兄妹難得其中強下，當然愛協助上咯。
就喺按温馨嘅氣氛下，齊樂面開始想起頭擺嘅故事。然後我小時候的印象就是，客家人有兩個種頭，好都有古書，因為佢喺一路總不夠住了嘛，然後就移民到高書了。因為古書就靠近一啲茂林嘛，大金嘛。那時候就很多原住民，我們也有跟他們相處得非常好。那邊呢就有一個新住民叫做那個大城一包，所以我小時候對這種族群的觀念，我就很自然，我就有那個國際觀了。故事做嚟講係台灣嘅一個習俗呀，當年種族嘅融合，輕簡單嘅啲嘢就係表現啲新嘅文化檔咯。學咯客家原住民老外省。是太出拳嘅特色好菜，啲亞打味全部試嚟到。哦，看到了東澎派菜啊，無簡單，來到了屏東了地方啊，高雄了地方，客家種嘅客家傳統，做得實到唔單止係客家菜哦，看到有種多種嘅啲啊，好，搶到了跳江用嘅啊，你好，跳江用嘅媽媽，哦，你好，大家好，搶不你搶嘛？我想來。來哦，來迄名同胞會嘛個同胞。一個銀川堂。那你有熟識樂梅姐？有啊，年輕的時候讀書的時候，我就很認識她了，就長得很漂亮。哇！到現在還是這麼漂亮，沒變。沒變哈，唔會老吼。唔會老。你有熟識其他其他人冇？有啊，以前高國天還同學啊。同學哦。哦。你好，跳江用，咱唔用按你好，要熟到哦，你客家做咩啊？唔看到了。來原住民。原住民的菜，你看到了蘿蔔飯，你客家人的。客家菜。你啊，迄嘛個應時兒。你啊，叫說福隆人的菜，你啊菜你爸爸最好食嘅。我爸爸都會愛食來嘛，豆乾炒肉片，迄都係最愛食嘅。係世界都講嚟用做嘅菜啊。跳江用，當初你會想到做呀？種族融合的菜都了解按特別。因為我哋古書有嘛，除了有客家人，然後有閩南人，然後還有原住民，所以說族群非常的多，所以說做多樣式的菜可以讓每一個客人有沒有可以吃到他們心目中想吃的菜。對。還有你菜係選沙拳咧。哇，樂梅姐最愛。我係細個下做台水嘅係我。其實我很高興做大水，為什麼？因為都同阿媽一個美容橋，老農去養沙圈里，撿到那個沙圈里嘛，我們就回去就是會很多泥巴嘛，我們就要洗那個泥沙，然後洗完之後就炒那個薑絲。原住民的朋友啊，佢講啲係乜嘅東西？情人的眼淚。情人的眼淚。因為要弄一點的時候，你要唔要閃出來？哦，很特別咯，水香米色。好吃哈，好吃。生了證明當中木耳的口感，沒有證明當好，有點辣辣的，食了有點奢侈嘅回憶。如果我從我同阿婆去老母先食沙卷呢？齊樂面講，喺亞安島嘅料理當中，佢親上癮嘅還係沙卷呢，也係佢小時節親幸福嘅美食。貴族嘅客家菜、好樂菜，齊樂面食嚟當公宴，現在畢竟食唔到啊！滿足嘅追求，齊樂面愛開始夾各種同樂會，聽講夾搶梅竹馬，未會出現哦。溫之婆，溫開國，天啊！見本嘢哦，你熟悉幾久誒？樂梅姐。國小同學都國中哦，等於說佢喺從幼稚園時段冇認識你啦，從喺國小、國中、高中都太學出國冇聯絡嘅。哦，佢佢嘅外號，我印象，嗰時佢流行嘅實驗文嘅不退役。哎呦，佢總教練啊？唔咩，佢不有咧什麼嘅角色？係啲咧，苦海女神龍啊？唔咩，佢叫乜啥？女暴君。哇，女暴君是你哦！我怎麼不知道？你調班，你調班要按拜哦。係啊，恰北北。哎呦，你調班功課好不好？功課非常好。
同好。哎，这是俺国中的话，加咧国文、作文能力恢复。所以说俺校刊的编辑拢是全部记啊。哎，我是以前多数国中的校刊社社长哎。哦，有奖哦，各种会奖啊，会奖，有东东人对。东东人对啊，冇人咁对啊，报警啊咁。有啦，而男朋友來。男朋友見唔見來嘛？唔係，佢行來嘅。哦，跟男朋友啊！來，男朋友。我們這個上相不要來了，不要再照了，好不好？泰國很多媽咪啊，你媽咪咩啊？我姓楊啊，楊香蓉。香蓉喺馬家塘開。紅糖哈，紅龍堂啊，紅龍堂，泰國香本係同開嘛？太原堂，哦，泰國你還給他初戀情人哦？沒有啦，暗上一點點小關係，已經有點喪失記憶。你弟弟有個外號嗎？外號呢？有，唔記得咧，記得女什麼豹什麼君呢？冇啦，佢貴呢，係得要入相片呢。啊，真嘅啦，哦，你講很用心哦，我泰國有帶相片來。哦，對。哎呦，應該有印象吧？是很強哦，你看到嗎？你給他看一下。天啊，這張照片我好像沒有了耶。你有沒有給他相片哦？啊，我是國中的。那個啊，那個裡面過67年，6年多嘅，過總畢業嘅時間上來。哦，你生的哦。啊，那個國中嘅時間，平嘅時間。你看，你小中按照關係回錢，你才有。哦，不送你用少，初戀情人。你啦。一天哦，冇啦。有碰阿公哦。買碰阿哥啊？有聽白。冇啦，有朋友嘅嘛？乜嘅？有朋友嘅。係不做阿公嘅哦。做阿公誒，看到相片你還敢留着？哦，那很難得啊！你家不給他朋友看到？啊，古人那邊看過誒，哦，你如果阿苗安講咯，有人都榮幸搞到硬醬嘅細妹，硬醬嘅細妹爆料好來。警衛真緊哦吼，哦，請到啊，初戀情人，看到嗎？還有爆料，來，還在爆料，還是鍾英怡哦，來，他爆料一個女暴君啊，跟你講，你要爆料一個什麼？你看呀，全部網踢咧，你看到冇？沒網踢咧啦，你踢按周瑜啊！阿狗冇按狗啦，哦，你講中間黑蒙面啦哦，也都咖啡書，哦，也是咖啡書哦，你係唔係檳榔啊？看到東窗檳榔嘅，我然後咖啡豆吞下去之後，是變麝香咖啡。定啊，健康嘅，唔得啦，好啦，呢兩日出。他爆料一個女暴君啊！跟你講，你要爆料一個什麼？我爆料她是很完美、很乖巧女孩。他用爬葉啦，用嗎？有怎麼說？我講初戀情人是共後吧？你爆料的比較好。我一直吐槽他嘛。我們沒有任何隱瞞哦。以前哦，我們都是很勤學的。哦，我們都是很乖，又是很認真。那晚上讀書的時候，我們除了這邊上課，晚上都在打地鋪，然後一起研究功課。哎，對啊，甚至晚上的在沒有的時候被趕了嘛，被他的校友趕出去了，後面就據點改在圖書館，高速圖書館。古書有一個鄉立圖書館，好，係俺全台灣省第一座鄉立圖書館，好，佢還好，連蔣經國哈開幕佢還。開幕某一個我都蔣經國有去巡視，我就是被派去開車的那個小同學，他跟我差不多高。項目所巡視要走出來的時候哈，我就在為一請你同埋簽名，我就一進來撕一個月曆紙，撕一個角下來，然後就請總統簽名這樣子。他不光是簽了他蔣經國3個字，他還特別多簽了2個字進步，這個就是蔣經國的真跡。然後之後呢，我就常常臨摹他的字，到處去幫人家簽名。齊樂咪對學生時代其實就一直係風雲人物，韓本學校指定做升旗典禮嘅喊禮。老同學俺就冇看到誒，一講起來就停唔下來。初戀情人提議將秋喜樂所菜是果子餅，果樹嘅果子咪係齊樂咪的北京清香豔嘅家鄉味。哦，講到這個，我要
流口水了。那还是水果都不是买呢，那你好，你不后果跟奶哈，种木瓜哈，你怎么长都随便自己生长起来了，不用施肥，然后就每次一长，哎呦长那么多，吃都吃不完。邻居啊，那个芒果树又高又大，然后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就坐在那个树下等就好了。那个台风一来一扫，哇，全部用捡的。大家都唔知，果树其实係果子之鄉，黃梨、番順、芭樂，品質都係一等一的哦。吃冰典礼开始，汤匙就位，请开挖。哦耶！好哇，好怀念这种味道。他们说的要说停，哇，这是我们的生日，哎，这个有回忆哦，真的。过期也曾经有这样的例子，我记起来了。这个高速的水果就是特别甜，特别好吃，特别新鲜又厚身。安尼凤梨是安尼热带水果，愈热凤梨就愈甜。哦，木瓜哈，我们高速去的有一个神农奖得主，种木瓜的，好证明哦，杨千德。你讲的刚好是我哥哥。你哥哥，健胃啊，可以有健胃哦。哎，你一看啊吼，跟现在。我要练，还会蛋皮啊。好来买你啊！正經係賣茶講茶香，賣花講花風。果樹出產的果子都係批發市場後人搶定愛嘅。還有另外一隻東上面地嘅果樹好東西，就係烏葦。大家熟悉嘅甲仙烏葦，種其實就係對果樹來嘅。去前落面啲北京，人也都想嘅果樹黃梨，因為甜，風味好。還記下擺受到邀請出國參展呢。對記下講到嘅神農獎得主楊乾德，其中嘅木瓜還卡係外銷去到東南亞、加拿大，全世界都識得到哦。哦哎，看到了，很特別咯，你看到嗎？哎，你啊，看到啊，你看你啊。全部放鐵咧，你看到冇？唔係放鐵啦，你鐵片安尼做嘢啊！你看一天係風踩來啊，吼，然後佢全部錘都放鐵。哎，你看阿哥都搞嘅冇？做啊，阿哥，我嚟看你哦。嘿，阿哥，你好，他家電視台啊。樂美姐，嘿，你好，你有用啥親戚錯冇？嘿，樂美姐突然來會看到啲木瓜吼，全部嘅吼本風采錘都放鐵，快鐵嚟係啊！你有冇試鐵嚟啊？你書你有冇按用？那個慢慢啊，後係別個愛。哦，留腿嘅咩？阿哥冇按過啦，吼，不過中了黑蒙面啦，吼。一摘啦，一乾梨啦，吼，啊種前日就而家俾魚啊嘛，吼，嗰縫片，嗰縫片係咪？你攏個前色。因為我做油皮嘅嘢啊吼，嘢都安尼炭疽病啊，安尼包子。炭疽病同疫病，我用木瓜咱迄個病原菌啊，在大自然界都有啦。啊，我告訴講，炭疽病啊、疫病很磨嘅時間，世界上會磨時，唔適合木瓜皮很完好，講是都塑化劑用，所以在自然界嘅東西。啊，你管理嘅時間都要控制呀，即族群，另外鹽度監視，哦，啊，人要好好，為了要好好木瓜溝粉，安尼手理咋？利用資源有機農法，老木瓜品質改良嘅還較好，真見係無法講嘅神農獎得主。用太過為到愛種出品質好、konkret有某些優惠嘅木瓜，還報名台大嘅 EMBA。去學農產空間管理，從也係苗植木瓜園，簡單嘅棚誒，咪係要無毒無害嘅材質，真見當用心呢。本來也神農之樹種出來嘅木瓜有幾好食，用太過，家本小眾老農民吃食看嚟啊！哦，那全部收嘅係啊！等一下哦，係啊，冇注意看啊，這都是用嚟枇杷用嘅，唔下絲，慢開始。這底部有些小眾冇看到。買的有你很早就預定了，從某認養，這個，譬如說認養這一棵木瓜樹，就是當它熟成的這個木瓜就是屬於我的。就是你是主人送嘅咩？不過是交由這個泰國來這個。來管理啦。來管理。泰國哪一隻？出月亮。也都是這個咩？可以啦，某動態誒嗬。也是校葉品種，叫日升。哇，懂了！哦呦，你看看，很強哦，是很強哦，是吧？粉紅哦，哦，很強哎，你看到嗎？哦，很香哦，你看看，好，
那个用皮团的木瓜牛奶味。也爱热身品种，系连东建设嘅日本人未睇上共赞嘅台湾之光哦。哎，你看一下嘅什么，有几酱呢？会甘甜哦，好新鲜哦。这样子。后生。啊，刚小周米糖尿病了。真嘅啱唔啱？啱唔啱？矿泉水。我号称蚂蚁人，懂中医是点呢？哦，一般木瓜旁边是唔会甜，一旁边，哎，了会咸呢，甜呢，你看几甜？吼，你太过分了，甜的过分。真件係好食到甜唔下來喲。用泰國種嘅木瓜唔但唱甜，還有一種特別嘅清香，難怪愛小做混蛋，食唔會熟啦。殺下來嗬，你了會有火風？有。火風，一定要一個火風，了解一下，你還買個頭，好冇？好，突然一拿火風，好，冇問題啦。再摘2個帶過去好冇？好。表哥屋卡嘅同學，就係家下啲奇樂米加工屋卡看到嘅關係體。聽講東漢有一啲關係人用盡，博覽名記，大家嫌佢做關係控制，故所後頭人就用人網關係來做同學。香香油，香香油，這是紅龍塔。哎，我看到那肉圈片多哎。哎呀，要嘛啥？啱啱青秧子。哎。青秧子，東亞堡，迄只金灣，金灣。哦。旁邊係嘛啥？牙膏係啊。用面霜。哦。佢咪會有一個地方都俾係有開片。哦，開片我唔識搞。哦，安全哦。因為拿紅蛋的，就是骨子。它因為雙腿同它吹上某個度，不完全烤牙、樹林，做些不開片。一定要中料水果，按呢個按油面，全部講啊，搞下來，真係冇法。現正用和宋推人嘅大餅，攞本蛋唔合適耕種嘅荷包體，變做種木瓜嘅黃金寶體，用泰國上學加山過後，無本老祖公嘅辛苦拍了踢，還卡實忙嘅老木瓜成日推向另外一隻高峰，真見東沙片呢。接下來奇樂米老阿 Q 有一隻約會，聽講阿 Q 一下咩係無法講嘅高數農山之功哦。阿 Q，我睇有了請你，有事情有點麻煩你咧。麻煩謝謝啦。我第一號你懂厲害，你了不有懂得有名嘅水果，好冇？你媽有種水果嘅啊？應該冇嘛，個水話有搶有種㗎。你有種咖啡？啊，真神啊 Q！ 真嘅假嘅？我冇念過咩？單你講啦。一地方有咖啡。啊，屏東很多。真嘅哦，你有種？有啊。好啉哦。好啊。你突然去請下講。啊，當然啦。好咯。好好看哦。一隻小農莊係阿 Q 親身整理嘅咖啡秘密基地，不過看起來就像一隻小型嘅度假村，咁端正有咖啡係麼？誒，一個調起麥嘅呢？哦，有都咖啡樹。啊，有是咖啡樹哦。你係唔係檳榔啊？看到當槍檳榔嘅，你看到？我 TV 看到咖啡樹呢。係啊。一個都係果實係。哦，一個唔成熟。唔成熟，啊要記得別數佢啦。哦，數嘅都係紅色。紅色。紅嘅，數嘅記得話摘幾多半看啦。好，我很強我看條好。有數嘅。哦，東翔嘅色咯。黃嘅，紅色是做的是成熟咧。成熟可以，嘅甜甜嘅用。甜甜哦。你做籽啊？高那就是咖啡豆了。这个烘焙就是要这个，就是这个啊。那这个是它的果肉。你采回来以后，就是要先脱皮，脱皮以后你要筛选，给它发酵，发酵，发酵以后才晒干，洗干净晒干，晒干就可以库存了。那你要烘焙的时候，你就是要脱壳以后才可以烘焙，这样子。哦，所以这个肉就没有用了。然后咖啡豆吞下去之后，变麝香咖啡。没有麝香，给我
出了，出了泡汤圆公，那是最后的。一杯咖啡500元。500元，应该小众的麝香咖啡嘛。再学这个。定啊，田公寓，我唔多。好啦，你两个唱，唱你咖啡。阿 Q 不理我，看到吗？因为好食咖啡，吃落面嘅阿 Q 对10年前就开始种咖啡，对种、管理、配、倒泡都起家来。当人识得夹咖啡过后，就有念头，变做离唔开嘅。哇，这个零度啊，阿 Q 自家泡的，自家种的啦，自家行的安尼。我唔是试过饮咖啡呢。我唔敢咯，點都飲嘅。就是。但係咖啡出嚟嘅係唔健康，都係不能飲。哦，我有成就感，係咪？懂到咖啡啊，淋下一啊，苦，会爽，还会涩，你的味道一点都不会，而且冲掉，你冇加任何的奶精或者加任何的糖，喝原味，加米西是浓厚嘞。好啉，我按好啉啊，有乜嘅？秘诀，都比了下個秘訣，也比嘅吼，都研究會叫，中意嘅我想出，我沒出，沒有啉，他那邊有咖啡。山地面青葉村，他們也有咖啡，他連採下來炸了就賣飯就通用按去處理，過程，它的過程我是一樣這樣處理到最後烘焙好以後，我就一杯一杯的這樣淋乾乾，這濕乾乾，試起來，口感就是有差，茶到那味，茶就是講好，鹽呢冇愛按高，沒錯，回甘，會回甘，最終嘅原因係乜嘅？水質的問題係咪？水質。我迄咖啡是種啊，就平地，這平地啊，按按咧甜乾開的水啊，吼，沒有啉啲入去，東方有多納村，多納要不有溫泉，溫泉的水有礦物質，所以我們按果樹鄉咧所有的水果，包括無味、黃梨、馬街，作為不按落去吐幾罐水吼，全部是個溫泉的水，哦，當真啊，水質好，包括係啊用燉竹頭嘅吼，產的竹筍都按落去，不塑化。那咖啡，研究了把水點好啊！真嘅吼，講到咖啡啊，看到阿 Q 啊吼，滔滔不絕，真係專業，按是看得出來。水當沖了，了個水，跟了個水果，了個咖啡，變到暗好深。就很按果水啊，有溫泉水。真有，真靈氣。阿 Q 唔前講同阿媽媽英雄，阿媽媽英雄有冇？有啊，人哋媽媽佢。談中山橋，我有談過中山裝，冇看過中山。中山裝我有聽過，中山琴我真的沒聽過。我母親以前是一個歌手，我媽媽還有拿歌星證呢。以前有個歌星叫倪斌，然後有一次我跟我媽媽搭他的車子去台中作秀，然後我媽媽在車上就跟他對歌。然後連倪斌都讚不絕口。跟你媽媽那某邊就那時候就結婚生孩子了嘛，父親就不讓他拋頭露面啊。你講你很優秀啊，聰某哦，你呀冇簡單呢，哎呀，你又做行長吼，又下屬哦，杭州的啦。也按多年來事業重心喺中國的吃落面，特別轉台灣，總係無停留多久。從安尼吃菜嘅林登咖啡打嘴鼓，真是係當難得嘅享受。啲順頭嘅其他歌咪當歡喜，開始彈中山琴，吃落面歌，佢比加到熊妹兩沙就獻唱一曲，本件比嘅歌書之裡有完美嘅結束。咩啊你啊？炒西米。